登入澳門好聲音2投票小程序，為其餘5位參賽者爭取晉級席位。每個帳號每日可以投5票，5票可以全部投選俾1位參賽者，或者分別投俾多位參賽者。累計5日票數最高嘅參賽者，亦可獲得晉級資格。像地上遺下廢紙張，給風吹進這心窗，緣盡令忘了腳再想，明淡望熱浪留在我心上，他的眼光似夢樣，不禁令我想，他的臂彎散魅力，不禁又再想。